自4月份是指定花开花季节，南投德山镇三林溪有一条长差不多有150公尺长的指定花，到即马已经开花啊！有真个乡亲专工上山去欣赏，安尼园会人员是讲，这指定花花期有较短，欢迎乡亲爱把握时间，若无就爱等到明年啊。 一大片桥色花海，互游客拢看甲真白。指定花伫咧4月份会开甲真暗，嘛因为随落来花型，就亲像是一只搁一只鸭伫咧飞，互民众是看甲真介意。今天来我们看了非常漂亮的紫藤，那今天天气不错，起了雾气。 然后仙气飘飘的，非常的漂亮。三林溪园内底这条长度超150公尺指定花步道，另外嘛有白色品种，即马拢已经小煞开花，啊花期计会开到4月底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我们今年相当漂亮的这个呢紫藤花哦。目前紫藤的这个呢花况大约4成左右。德山镇三林溪伫咧高海拔的所在，真适合种指定花，爱爬山民众闹兴会当来遮欣赏这季节限定的景色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